楼千阿坝，楼千阿坝，房子，康坝，房子，康坝，有，约，有，约，东边有寺庙，虾拉哈康约，东边有寺庙，虾拉哈康约，南边有寺院，后拉住拉康约，南边有寺院，后拉住拉康约，西边有阿兰若，努拉滚坝约，西边有阿兰若，努拉滚坝约，北边有大殿，长拉搓康约，北边有大殿，长拉搓康约，东边有库房，夏拉涅康约，东边有库房，夏拉涅康约，南边有户主店，后拉滚康约，南边有户主店，后拉滚康约，粤北有吗？粤北有吗？有嘞，有，有嘞，有。西边有佛堂吗？努拉缺康粤北。西边有佛堂吗？努拉缺康粤北。北边有学院吗？长拉楼涅康粤北。北边有学院吗？长拉楼涅康粤北。东边有办公室吗？夏拉雷空粤北。东边有办公室吗？夏拉雷空粤北。南边有图书馆，后拉北最康有嘞。南边有图书馆，后拉北最康有嘞。西边有厨房，努拉塔仓有嘞。西边有厨房，努拉塔仓有嘞。北边有旅馆，长拉准康有嘞。北边有旅馆，长拉准康有嘞。有嘞北有吗？有嘞北有吗？阅读有，阅读有。东边有教室吗？夏拉健康有嘞北。东边有教室吗？夏拉健康有嘞北。南边有餐厅吗？后拉萨康有嘞北。南边有餐厅吗？后拉萨康有嘞北。西边有饭厅吗？努拉ze康有嘞北。西边有饭厅吗？努拉ze康有嘞北。北边有茶馆，长拉扎康阅读。北边有茶馆，长拉扎康阅读。东边有酒店，夏拉昌康阅读。东边有酒店，夏拉昌康阅读。南边有官房，后拉参康阅读。南边有官房，后拉参康阅读。阅读给有吗？阅读给有吗？阅记嘞可能有，阅记嘞可能有。努拉清康阅读给。西边有法院吗？努拉清康阅读给。西边有法院吗？长拉绑最康阅读给。北边有仓库吗？长拉绑最康阅读给。北边有仓库吗？长下仓拉面康阅读给。东北有医院吗？长下仓拉面康阅读给。东北有医院吗？夏后仓拉顿最康阅记嘞。东南可能有办事处。夏后仓拉顿最康阅记嘞。东南可能有办事处。后奴仓拉熊插康阅记嘞。西南可能有大使馆。后奴仓拉熊插康阅记嘞。西南可能有大使馆。努江
唱啦路乍康约基嘞，西北可能有学校吧。怒江唱啦路乍康约基嘞，西北可能有学校吧。约基嘞哇，可能有。约基嘞哇，可能有。有嘞有嘞有。有嘞有嘞有。讲下唱啦女康约基嘞哇，东北可能有银行。讲下唱啦女康约基嘞哇，东北可能有银行。下后唱啦乍康约基嘞哇，东南可能有邮局。下后唱啦乍康约基嘞哇，东南可能有邮局。后怒唱啦金昌约基嘞哇，西南可能有人家。后怒唱啦金昌约基嘞哇，西南可能有人家。怒江唱啦乍康有嘞有嘞，西北有理发店。怒江唱啦乍康有嘞有嘞，西北有理发店。讲下唱啦抽康有嘞有嘞，东北有商店。讲下唱啦抽康有嘞有嘞，东北有商店。下后唱啦冲有嘞有嘞，东南有市场。下后唱啦冲有嘞有嘞，东南有市场。约银囊有吗？约银囊有吗？约州可能有吧。约州可能有吧。后怒唱啦整顿康约银囊，西南有博物馆吗？后怒唱啦整顿康约银囊，西南有博物馆吗？怒江唱啦健身康约银囊，西北有动物园吗？怒江唱啦健身康约银囊，西北有动物园吗？讲下唱啦所炸约银囊，东北有工厂吗？讲下唱啦所炸约银囊，东北有工厂吗？下后唱啦罗年康约州，东南可能有电影院。下后唱啦罗年康约州，东南可能有电影院。后怒唱啦查巴康约州，西南可能有家报社。后怒唱啦查巴康约州，西南可能有家报社。怒江唱啦整电康约州，西北可能有纪念馆。怒江唱啦整电康约州，西北可能有纪念馆。讲下唱啦巴汤约州，东北可能有相馆。讲下唱啦巴汤约州，东北可能有相馆。约银基雷瓦可能有吧。约银基雷瓦可能有吧。约银巴扎好像有吧。约银巴扎好像有吧。秋西拉给了康约银基雷瓦，四方可能有皇宫吧。秋西拉给了康约银基雷瓦，四方可能有皇宫吧。秋西拉桑倔区康约银基雷瓦，四方可能有浴室厕所吧。秋西拉桑倔区康约银基雷瓦，四方可能有浴室厕所吧。唱西拉苏康约银基雷瓦，四语可能有暖房吧。唱西拉苏康约银基雷瓦，四语可能有暖房吧。唱西拉聂康约银巴扎，四语好像有寝室吧。唱西拉聂康约银巴扎，四语好像有寝室吧。电拉尊康约银巴扎，上面好像有监狱吧。电拉尊康约银巴扎，上面好像有监狱吧。电拉嗨血液康约巴扎，上面好像有天人的无量宫吧。电拉嗨血液康约巴扎，上面好像有天人的无量宫吧。欧拉路易坡章约巴扎，下面好像有龙宫吧。欧拉路易坡章约巴扎，下面好像有龙宫吧。